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华国乡镇的一期稻作进入采收期。前一阵啊，秀水乡甲福兴乡拢大丰收，但是嘛，因为丰收继续来大落，啊，即摆是新港乡出现一种叫做乌卡烟仔的病虫害，大面积的水稻啊，焦黄倒圃，有农民所种的稻田只有1/3会当收成，要靠无目屎。这个都是。 水稻倒规大片，本来应该是收成期，想不到受到黑灰虱，又是乌卡烟的虫害，损失惨重。上严重春草3%无叫安尼啦。乌卡烟啊，最后影响彰化县新港乡的稻田，农业稻田加算的差不多有8公顷拢去啊。下雨那个潮湿环境适合它，80天就预防性投药了，然后97天再第2次施药，结果越喷越严重。 黑灰虱又搁叫做稻虱，较早捌出现伫东南亚、东亚、澳洲等等地区，伊族群密度真悬的时，会使这个稻啊伫地基内拢总连去倒落去。即摆农业理由讲，是因为最近时常落雨，指出讲这乌卡烟啊数量汹汹增加，又搁因为对农民的农药啊产生抗药性，才会损失较严重。如果发现单丛有50以上的褐灰虱啊，就必须来进行药剂防治，田间要灌水，让下部的虫子往上跑。彰化县政府除了讲勘查，并且报中央研究协助的方案，即马嘛要教育农友防治病虫害，降低损失。